各位，我係張振興，今日講嘅係糾正頸前傾、寒背、腰向後彎。我哋呢會用到感覺動作整合、大腦重塑、肌筋膜經線嘅淺背線去講呢個問題嘅。徐先生80歲，相片上呢可以睇到3個位置有問題。包括腰向後彎、寒背、頸向前傾。我哋身體嘅慣性姿勢，大腦係有記憶嘅。要解決以上問題，就要改變大腦嘅記憶資料。大概做法係用一個方法，使到身體回復到冇呢3個問題嘅情況。呢一次呢，我哋係用背部挨住欄杆嘅，大腦呢，喺挨完欄杆，清除呢3個問題之後呢，就收集喺冇呢3個問題嘅情況之下呢，嗰3個位置嘅正常感覺係乜嘢嚟嘅？咁呢個叫做大腦重塑啊。咁收集呢，除咗3個位置正常嘅感覺之外呢，活動緊嘅感覺之外呢，又有一條叫做力線嘅，叫做肌筋膜經線嘅淺背線呢，就由腰去到個肩，去到條頸，呢條力線點樣由下而上咁樣呢？就去到條頸，去到個頭頂啦。咁我哋收集咗呢啲資料之後呢，就離開嗰個欄杆呢，個大腦呢，就嘗試用新嘅資料呢去進行正常嘅活動啦。咁而家我哋睇一睇片。嗰條頸而家咧就無限放鬆啦，咁咧就用嗰個欄杆就頂住條腰，等個身可以向後咧傾斜咧，就借個地心吸力啦，拉鬆嗰個胸椎同頸椎，用2個手咧亦都拉開嗰個心口啦。然後咧佢而家就去用個腦去感覺下邊度放鬆同埋條頸咩叫伸直啦。而家咧我哋就要佢咧就感受到之後咧就將嗰隻手放翻落嚟先，然後集中住條頸點樣拉翻上嚟，企翻直，然後保持住嗰條頸向上嗰個情況。而家你打側，等我打側向住，係啦，轉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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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轉，冇錯啦，再轉再轉，好啦，咁啊向前行啦。由於每一個人嘅身體狀況都唔同，所以呢一個動作，大家如果要做之前呢，就去理解下自己係咪適合，或者有關嘅人士去索取意見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